屏东的琉球高中在2021年的时阵是有代理老师死亡，过劳死亡。不过监察院是认为讲，这个校长苏团结无保护老师，而且佫牵涉甲这出庭作证的老师，也佫有家属来施压，是霸凌，无适合佫做校长。所以讲监察院是要救治这个校长。也那校长是表示讲，伊会配合管会调查，认定讲伊霸凌之前，伊会提出申诉。进前屏东小琉球的琉球国中音乐科的代理老师，伫2021年因为长期加班，工课内容相当，经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，认定超劳过度致死。检察院伫2日发布救济，认为校长苏团结无对老师做好保护责任，佮互人指控，对出庭作证的老师和死者家属施加压力，落尾构成这场霸凌。配合县府后续的一个处理啊，那我想讲的就是。事实胜雄辩，然后霸凌案的部分，我也有委请律师提出申诉，然后我也会捍卫自己的名声。检察院调查发现，苏团结毋但要求老师逐工爱比头班船搁较早到学校，一礼拜上无爱带校2天，相关要求拢引起老师的不满。另外，公文搁讲，苏团结伫检察院调查期间泄露案件内容，甚至表示证人讲白贼。检察院认定相关争议已经长期损害师生权益，情形重大，伊明显无信任搁做校长，会甲专案移送屏东县政府依法处理。将依校长不适任事实调查处理办法来做办理，那后续会再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，那依审议的这个决议，那后续处理相关的行政处分。县府教育处表示，会按照规定成立调查小组，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，佮看调查结果做处分，正式启动无适任校长定序。琉球国中校长苏团结讲，目前校务拢正常，会配合县府调查，嘛会请律师针对霸凌提出申诉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